哎，他刚才不是看到人走出来？人在里面啊，刚吓我，刚才跟面看他走出来。他有人不开门。敲那么久，里面就有人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做按摩的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问你啊，在你这种发现的、啊，在你们浴室热桶里面啊。是楼上美小姐她自己租的，应该她。你是负责人，你跪在小姐身上是对的。我刚刚才过来的。你刚刚的又，你是负责人。可是我刚刚才过来。不可能吧？还是从隔壁店家丢过来的？啊，不是那。你是这边的现场负责人，你不是有的做一天就走了，你不知道啊。你就有权要把他们管好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可是我没有在这边，我刚过来。那个史小姐她没有做了，她就故意丢了。哦，小姐没有做就故意的。刚才4个全部客人吧？刚才4个全部都客人，对不对？我刚来呀、我刚来，又刚来，啊？4个都刚来还没按，4个都刚来还没按，刚进来，那为什么全部要躲在后面？本所执行临检勤务，在该养生馆发现，该养生馆未实施预约制、实联制以及开放空间，已违反相关的防疫规定，并在稽查同时发现已使用过的保险套有涉及色情按摩的情事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